公公平，幸还如意，功过尽辉，道义平常，心平风和，典范永温，礼门应地，庆喜万国，在官不灵，以和性德，共贤典礼平，共请检察官就位，第一位，咱来共请国表电马单李新大帝就位。第二位，咱来共请勤业勇敢无老坚定警务大帝就位。第三位，共请立法院王义九金平大帝就位。第四位，共请苏院长范志大帝就位。第五位，共请义和圣堂郭家长单坚年就位。第六位，共请中华民国医院的总会王理事长分别大帝就位。第七位，共请科庆院准秘书长辜彦大帝就位。第八位，共请前院长叶英干为工商大帝就位。第九位，共请官面何乡长延波大帝就位。第11位，共请郭议长健保大帝就位。第11位，共请会务议长秀珠大帝就位。第12位，共请义和圣堂就务监理就位。圣堂中央高石乡，当节今天天何来？一片一地皆欢乐。随去迎门喜洋洋，过节。来，好嘅，慢慢加鐵條啦嚇，加鐵條。我嚟加鐵條。来去阿叫嘛，来去阿叫嘛，阿公哦，你孙仔伫遮哦，快起来甲抓倒来吼。来，好唔好吼？送过去。我戴手套，我来送过去。
用车所管表换领来电。
情坚烈，以父的相和，情我用心无有为，大会开始，多谢。共请大会主席就位。共请秘书。咱各位长官、各位贵宾，今天是咱中华民国91年10月20日，咱农历9月15，也是咱老母娘的圣典。今天邀请咱大家来咱这个所在，咱所在，尤其今日来这个贵宾以及咱的长官咱的父亲这个感谢，会使讲互咱这个所在有幸福社会之下，尤其今日有咱陈总统的妈妈陈老夫人陈丽玲，有咱立法院院长黄院长，以及真侪位立法委员、主公司呢，再搁有咱香港吴老先生，以及咱县长、台南县县长、苏县长，由咱一贯的总会理事长。由咱这个科技主秘书长，加上咱贸易部，以及咱恢复台南县恢复局长，以及咱保护黄老先生，以及咱中市基础疫苗的这个感染人，尤其今日。你跟咱大家来给咱几个尤其咱昨天有咱世界法律总会这个理事长叫老先生代表跟先生，有咱世界法律总会理事长法律总监咱叶文书代表，有咱法律总会。副理事长，世界法律总会副理事长何老先生代表，有咱多方面的李先生代表，有咱前中华接手先生、老派先小先生代表，有咱台湾办事处这个。咱主任代表，新的府城工作基金会陈先生代表，有咱委员的江永苗老先生代表，新的表弟咱陈先生代表，有咱新的经理陈先生代表。新的表弟张先生代表，以及咱诸位先生各位叶文书、各位贵宾、各位长官、各位先生，今日呢是一个非常感恩的这个日子，所以今天感谢上天赐予生活的自由。
以国民中华贵宾接到了前年大日的呼辞，让我们今日有这个机会来公干如何性能落实的这个理解，这是一个名人以业而感动的好日子。除了变成正常的中央医院好，更希望医疗大家相关的努力补偿，让我们前非不孝，和他有效的感恩与感谢。咱无注意大家相关连续努力补偿和支援。今天的活动经过顺利圆满。首先，感谢指导单位有咱中华民国一贯的组会，以及台湾新闻会，以及台湾县政府及协办单位完成相工作，让以宣扬性德义，以及府城中心单位，而性能教育爱机会的协助。要经济不委员会经理委员，全体有志的前人员，尽心尽力的考虑，将社会文宣货币改变，甲交通经济便利，并不断的配合，大家拢建设一个规矩。这种努力前沿，以贵宾和联宾不归，如为大当下一个不时今后关来的用心简历的前沿这种美国更来的各经的规划的新加坡、加马来西亚。由菲律宾、泰国、甲香港、越南、印尼、诸多国际，拢是返洋转来，会使讲这是非常的这个感谢，因为大家支持、甲肯定，互咱每一个工作人员获得最佳的鼓励甲鼓励，更感谢社会的支持。让大家多年平安而且欢喜快。对我们而言，今天是一个有意义的好日子。在我们的心中，不仅性能落实的体验，更充满着对民族核心物质基方面的感怀。依照不同的感动，以及将上天体验的精神。这是一个的心梦，天真世界，让我们天天修心来体验。第二，见证平安的恩情，相信今日会相向之前，能让大家对天和集团相发支持，对真理抗拒更加坚持。几十年来。咱台湾因为经济规模发展，以得名需要过去的这个生活与条件，以及个人社会结束的这个混乱甲失序，社会在挂最紧密的这个分裂中虽然失去了金钱与国家，将这个以前。前年社会大家多年经济环境正常，美好的经济发展付出，互相的关怀，在持续欢愉的环境中，支持多元主权、纯正与良善，并且能够发挥幸福国家的精神，护法之间，让无奈的经验。以一个公平的平台，
因为是真心，应该敬大家好料，当真心都有生活，都有可传于世间的时阵，互他相信未来每一年都是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我们厝的世界就是烟花花，你的幸福。在此呢，互他建筑各位中华贵宾、各位老先生、各位先人、各位讲师、各位老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互他在此特别代表着天的娱乐性质单位，祝各位大家身体健康，幸福慷慨，咱幸欢如意，祝福各位小谢谢。刚才就是蓝色的地图刚刚第一个单词是130的。接下来，中间的勇敢郭老先生进入来接地图。接下来第一个单词好。各位前人各位讲班师，各位兄弟姊妹，道歉。今天是清风送爽，9月15，在我们天道来讲，这个秋季大年一个短期的日子。那么同时义和正常，今天大年这一天开始，我代表江苏新义的心到这个地方来参加这个盛典，我很高兴。我首先向陈先生经义正常的陈先生多谢老师还有其他各位讲师，我非常的高兴。
以如果这些人比较少，我们也没有公布上线收费的。那么我就不讲，最后我送给义和正常这个节目，道西永固，道西永固。这是一个流入的天得费大方。我们行道定德，将来一步一步实现这是全世界，那我们的天道的光辉而然之势。这个我是白色的多的，一般呢都到这里的，依然做的开心。这个呢，以为正常来说，说嘛是多的，一般关键是一呢，就看有些人都会光是了解这个满国研究，而且这个呢，在有一点点相对刚才呢，是我老师们分析。接下来，将这个一块以往已久今天大地三弟子，将来一点点是华院院长王金平先生，请欢迎女将黄金平先生，台南立中毕业学长。那个刘秀仁当老先生，主妇先生，那一贯和传统中培，那个老先生同时，那个因为勇敢，我老先生，那各位老先生，各位养人书。各位咱的同志，各位咱的父亲，咱的小朋友，各位朋友，大家在水中中都是服务必须的。一直着咱的国宝，是咱总统的领导人，咱的咱老太有钱，能够为乡亲做好事，做事放心生。咱是一个经济实力。我老先生我有大家讲，像一贯做一年有4个，这个花钱，那原来是收入一直累积。咱有圣人，一旦有着相互的理解，那么来对有圣人也有一言减少一门的这个对立，因为咱历史咱不一样，那个所在场合，有圣人收入咱家的信仰来鼓励来讨论，那不但我们容易解决。那有些人因为我们这些事情，节目呢，他说收入，那么变这个因为现在进奖来中国，还是那西亚这个呢，是我们自己，那么出现出现，把那个利益所在当中。有些稳定，有一些问题，大家呢，那么
一个结着婚，这结着婚呢，嘛是一个非常舒适的过程。所以呢，这是咱大家众人团体，就是前头会注意各种共同，咱来达成的达成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就给咱开始，来内容，那么伊就是伊历史性的一个人物，也是在咱宗教上，也是特殊的一个公民的。咱大家所在。一般的，那么短期内已经将近200万现在对台湾来讲，是一个波澜不足，会当咱望着大家遵守啊，忙里忙乱遵守法律的伦理道德，宣扬着咱中华文化的一个上好的方法。所以呢，有这一般的。的存在，一般就交往，那么互咱社会更加安定，民心更加祥和。所以今日咱这个内容啊，有真历史意义。咱希望讲，咱对今日开始，咱关于这个这大的个开始来使用呢，咱就要好好来运用。因为会当人有更加多的东西来下注，另外一方面会当互咱就是以往社会来讲，会感受到咱一贯的咱这个教育、教化的核心甲标准。那么一方面来选择，一方面来实行，那么会当人讲真真正正大家互相相合。大家净化民心，和一切的目的，咱希望在咱保留的经济，那么有菩萨会咱教导下，咱哪个咱记住了，他坚持万里，并且这样以后一些心，那么咱的心比较清净，大家会当能够早日来突破的咯。我们社会真真正正达到一个祥和、真安和，而且平安。那么，咱有性人本身啊，就是一个真正重要的情况。希望咱共同来努力，做咱有性人和重要的目标平衡。那么，会让咱利用咱所有的大众，利用咱所有的咱这本身。工作，咱所有贵宾、各位同志们，各位主持人，来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和乐美满，一贯的动更加精进，更加欢乐，多谢各位，感谢各位。咁咱有機會先翻嚟嘅歌嘅希望以呢種嘅歌嘅即係支持嘅。會當來交流咱好好的條件以後呢會當好好來建設家己，好好來建立咱這個性能，和方面這個方面會當達到咱這個進化，加感謝咱我們自己真係來多的感謝。接下來將這咱所環境這個換地來的技術他來理解大家來將這來記。在這些政府的資料咱都比較電話以及咱有關於公義表以及校議會咱一貫的這個中港古老前人從歷史表從這裡這些咱科技
谢谢。咱管理会多理长，为了到大家对公理长，咱功劳建立，各位建议，各位家长书，各位德亲，大家午安，大家好。今日这个日子是一个伟大的日子，对咱是一个核心来讲，今日是咱老母娘灵灵上帝圣诞千秋，也是咱一年一度秋节大典，敬咱。我咱感觉无咱当年的所在，就是咱新华山义和圣堂，而且正式落成的大典。我相信来自全国各地咱李管道的道亲。今日心内抱着多项尊敬、感恩的心情，来到咱新华山，看到这种遮尔伟大的建筑物，伫咱干老天爷，以及咱政府理事长、各位家传师、各位道亲。的奉献、付出之下，以台湾伫过去南华保公圣堂，咱李管道保公所，而且遐尼伟大的建筑，会当做伫台湾另外一位。我咱非常欣赏、尊敬的李管道人民党的信仰中心来建立，大家心内绝对非常感觉，心内真感恩，会当通过。咱老天爷，咱各位道亲的付出，伫咱台湾上界水的风景区、乌山头风景区，伫咱全台湾上界历史悠久，也上界重要的水库——乌山头水库这个所在，咱。新华山义和圣堂来建立伫这个美丽的圣地，这是咱台湾不只是咱的道亲的公园，也是所有台湾乡亲的公园。这不是咱一个建筑物，伟大的建筑物尔。这是为这个建筑物付出所有辛苦的道亲，所有奉献牺牲的家传师，一点一滴，一个月、两个月，出钱出力来建造一个信仰的中心，尤其这个所在，乌山头风景区是咱台湾未来发展国际观光最重要的中心点。未来台湾县政府要来配合咱水利会。
艺术行业，要甲咱这个所在的红景区游客，要来做全世界的运动，吸引国际观光客，甲这个游客会当提高消费100%以上。这游客来，除了看咱乌拉草石头之外，另外一个参观的重点，就是咱这个游性德，咱西湾山这个一贯的信用的标识，所以我相信未来伫这个所在有真个人应该会当得到咱一贯的咱这道理、信用的真理，会当互这个社会因为各地的付出更较祥和、更较安定，每一个人人生会当得到更较大的祝福，而且向咱台南市民、中央理事长、各位小团主、各位导师，表示30万分的感谢恁的付出，互咱这个社会的一个宝贵的资产。感谢咱来自全国各位导师，以及咱的贵宾、咱的代表、本来总统，以及有要来在席的另外有来外宾、欢迎而且呢，总统来帮咱代表来直接表示咱总统的关心，尤其咱各位领袖、咱王议长，就在今日就来这个所在，甲咱关心，咱而且呢，甲咱代表甲王议长来表示30万分的感谢，多谢，多谢，多谢。多环境的大会报告，现在我会报告来宾请听友，来宾请听友之分，请对方的有老师，谢谢。那么咱这些新的方面都是提醒，希望讲咱未来政策当中，也是咱家以外开发新业上干的工作，嘛是我咱家以外做一个标准、信息上干的所在咱环境的一个支持之下呢，希望咱这个足紧的当来伫这个所在，在座的感谢的人士，这个所环境来去个来感谢的。接下来咱的中车的中华民国一贯的工会王理事长分别在列，咱秘书请伊个参加中车的咱秘书。
先科有结合的有事业。今天不是让你辛苦改变一些问题，这个本店本身呢，如果关于当今的事情来交代，如何提升，这是让你今天如何幸福依循和建立。希望中华人民大兵同志昨天亲临我们的天津世界文化咖啡新疆这里应代表中华民国的社会献上无有新作。这点中华民国国民安保，一贯的民联，因为有新人有变，中间国际发达时代，野心主要，公平以业为主。你说你们加上一人天力量，多的水语，已经不了。在文祥方面，这都是影响很大，一方面对于形象，这是跟男女大家或者当然坚定的这信用，这是。第一，定顿的兴亡的原因，就像换个民国这个姓名上的情况，然后马下来，我们的香港文化关键方向，定居在高质量，加那种经济的方面，给人家的文献保护。基本上呢，中间呢，这资源国家下在公布标准稳定先调以后，各些的就人民的动力，并且让换得这个信号开发来这种今天的呢，就像这分析。他们先民努力过上当年疯狂自强，换得对手，有的在山西在建，因为老师年轻人，有俺的东西，我我的一般人。得不从他这里不本息，高压民国的明白，积极单位，开展任务化开展，到前已经有变化了。今天让你和政府的都有进步。另外的会议天马平台如何共同推进高速发展呢？当前来说这样开展主要政策管控、政策科幻科技这方面呢，以我们努力医疗设备，医疗宏观经济以发展中华人以一年的旅游文化出重点，旅游服务用，旅游行程平衡，就是不按政府新闻的新方面，发贴文化，包括私人资源问题，也好处理。地理经理。
这个新闻医疗，依法执行的世代的是终极条件，共同大家的理念。最后，民主党政府我成功，各位中华这边定中国来，心想事成。各位老人民，在你看首先感谢我们辛辛苦苦有业，谢谢大家。那么我们谢谢各位这些开始这多的自然同学咱们心里的这样的意义这些帮助买到我们标杆以及不断的首先这个修理这些内容到底达到了作为这些统计，这些说来我们在同学的相关的钢铁的都积极性的这个方面再来有这个科技的主力工业的例子，如果第一年的有这个技术性的例子。我
关的这个地方，也在讲对标给咱这个贯科以这个社会教育，以过去到今仔一直都是扮演办重要的这个角色。那么嘛，希望咧，未来咱大家爱当付出给咱贯科给主的所有人这个更加大的更加的来做这个简化程序的这个工作，做这个社会让大家更加上手。这个说来，咱议员跟在座议员的家乡来感谢咱这个鼓励在这个家乡感谢。接下来呢，咱来中央的这个考虑的这个水准来这个咱地址，咱议员的家乡来中央的地址。大会主席就建议咱的王秘书长来陈方干，咱的王秘书长以及咱的副秘书长，咱贺启明副秘书长，咱所有的建议、江传书、关注、董卿各位贵宾，大家午安，大家好。semua ini adalah sama dengan tinggi diberhentikan tinggi mereka mereka花有在后来的机关，以及相关政策同步，我说好清楚，这说来，他的这个东西话的最重要的关键点。一点从台湾这个文化带来的资料，这比着台湾的过去的话，我相信咱的经济如何进程的内容，嘛会当互咱去贯彻咱在核心内化一个经济架构的所在，所以很欢迎咱这如何进程会当进行来台湾内容，这就是机会来不满大家所有的核心的，大家会当一起一起互咱这个台经济会当发展动来，互咱这个核心领域每一个人会当以咱的精神精神之下的。大家都会当去表真好的这个意义，而且我们祝福咱所有的部会，咱这个热心，大家注意，感谢，谢谢。刚才咱对的这个呢，介绍这个我来到咱这个天气这个家里就刚才咱对的。努力的地址，加上地铁的刚才，接下来中央的多多建设经济的来咱地址，加地铁的中央的地址。5、4、3、2、1、
领导之下，办个新兴的道路都开始对了。由于咱香港我老这里的保持合法，坚持的这句话，也大家今天也是加油建设。我相信。老爷店长还有南唐山地方的店长，莅临深圳你